们晓不晓得为啥子要这样子练体能？啊？在骑人的时候跑得到。骑人子的时候跑得到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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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速度，摆臂。你们要打比赛，肯定体能很关键，是不是啊？你没得体能就打比赛就跑不起来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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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坚持！你们这次汶川打比赛的时候，你们的体能明显就下降了，一场比赛都踢不完，有些同学。跟上！我们在这里踢的是5人制比赛。这次参加四川省的锦标赛，我们踢的是大场地。我担心他们体能不过关的话，跑不下来。坚持，最后一组了，加油，吼一下！加油！加油！跑快点，跑快点，快！40，快点冲刺！来，冲刺到终点上！往后头坐，前面快走，往前面有位置坐。我参加了3届贡嘎队的女足裁判工作，我看到了来参加比赛的学校越来越多，队伍也越来越多，孩子们的身体素质也很棒。阿爸，加油！我作为教练员，希望我的队员能够通过比赛热爱足球，从比赛中得到更多的快乐吧。我们进球了！